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十几天以来，你敢有关注到立法院，或者是立法院外口发生的代志呢？立法院刷来要来废监察院吗？是民主侵华，或者是拿别在出票？后手也阁有国安误法，啊，甲中国的威胁。下人爱体谅是人在屋檐下，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新民两岸协会理事长黄清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童晓成。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蔡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埔英科技大学共同教育中心教授苏家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到底昨仔三读了后，立法院对着这个国会职权法案已经串关过了，民进党团表示会来申请着释宪。那么行政院mau请立法院来合议，救济手段呢等等。那么行政院长杜英台来指出，那么有真正侪一些条文有侵害人民的权益，违反着权力分立，啊，甲法律明确性原则等等的宪法的争议。呼吁朝野应该啊重新来审查这个法案，透过民主的对话，捍卫着宪政的定数。立法院283三读通过国会职权法案，三读修正甲总统各种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甲听证权表示国会多，强化人事同意权入法。有野立委批评讲，相关条文无周知，表示国会发还无写新台票，单位干那几箍。根据目前法规，会以新台票3倍来计算，也就是相当会当罚60万。当然啦，有写新台币是比较好。但没有写的话，就看一下其他行政裁罚的法规，不会。不过，公民团体批评讲，听诉无正义，而且实质违宪。行政院长杜英台半暝嘛发文回应讲，这个真侪条文的内容有侵害人民权益，违反权力分立，也有法律明确性原则等等宪法的争议。行政院会建议提出复议。以宪法征收条文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若认为有困难无法度执行，要经过总统核准，在决议案送去行政院10天内，而且立法院复议。那总统要怎么作为？他是有国家的高度，他是一个宪法的守护神。乃至于行政院提复议，我们当然尊重，但是我们党团绝对提出实践，这是毫无异议的。郭建明表示，释宪爱等总统公告了后才会当提出，这是必然的程序，嘛尊重行政院提出复议。中泰他要提复议，或者是民进党要提释宪，那也都是他们的权利。那我们呢？是按照我们的权利完成了3读的法案。不便现在就这个马上这个表示意见，那有问题我们内部会精准的去研究如何处理。精准比较重要。监察院表示，立法院通过国会职权法案3读部分条文，无符合宪法甲大法官几啊届解说说明的范围，听书嘛无完备，已经涉及违反权力分立。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到这新闻大吼，其实啊，这10几天啊，纷纷扰扰啊，已经要结束，啊，大家好好来想讲，刷下边啊行，啊，得到会当得到一个较和缓啊、较和平的结果。哦，这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拢希望啦，不管你是哪一类的，还是什么颜色，拢同款吼。但是咱来先看吼，后手这个路径啦吼。头仔新闻大内面有讲到吼，一个关键。一定要总统公布释宪了后，行政院才会当提出释宪，吼，这是必要的定数。也是讲啊，你这个公布这个法案，我实在是得爱难行，所以我来申请到这个释宪。啊，大法官有可能感觉讲，哦，这真紧急，啊，赶紧来就紧急处理，所冻结，或者是讲无咯，哇，恁继续做，啊，我来想看卖，吼，我来提出最后的解释，这是吼。但是
这个爱4%，但是我想4%对民众来讲应该是无困难啦吼，这条。但是一般的民众可能唔知哦，10天之内爱移请到立法院来合议吼。那么立法院呢，有可能1/2的立委哦赞成合议，法案失败，但是这个可能未发生吼。而且立委让1/2反对合议了。变做维持原案的，这个两个二选一，才会去到总统来公布实施。但是咱来看下骹，还有一条路，公民复决，人民提案法律复决的公投，提案受理了后，展开到人数爱29万人，吼，那举行了全国性的公民投票，经过1/4以上投票权人同意，会当废止掉法律，这就是无限的轮回啦。你甲废了后，就亲像讲，今仔日这个市立委就讲啊，你要罢免来啊，你罢我一个，我就罢恁5个，哦，这阮是真无爱看到这个情形。我要申请吼，这个理事长，因为我昨下看一个情景吼，感觉一个真纳闷啊，这吼，民进党的委员吼5配1，会要打这个海布。爱人较矮，打无，打无，伊在边仔吼，加2届吼，人较高强大100倍，伊就来，我帮你打，变做我咧帮民进党的委员的海博啦，国民党委员咧甲打，所以我就常咧想讲，过去咱咧走这立法院的新闻的时候，感觉讲，这敢是一场梦，还是讲唔是咯？哇，这话来后来这噩梦才开始啊！理事长，你安怎看？你拄只举迄个例吼，确实真侪人有看到啦吼，讲做其实蓝绿嘛是袂当合作啊吼，是啊，温馨嘛吼。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吼，这竞争内底咱来去分析吼，即摆这个攻防吼，蓝绿各有因什款问题吼。我先讲这个部分哈，那个部分我看是安尼啦，人即摆人提出讲你90年代。90几年的时候，你们已经有国会改革的一个提案嘛，哈，结果呢，这顾拢无做，哈，当然民进党干嘛解释讲，因为干嘛怎样讲有违宪之余哈，所以完全执政的时候也没有推啊，这是其中一部分的理由。我看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哈，完全执政就懈怠嘛，都无迄个压力嘛，无迄个推动迄个改革的压力嘛，哈，所以呢，柯文哲民众党的柯文哲市长主席啊，当伊讲一句话哈。我感觉迄是有点到这个意思。伊讲吼，伊讲其实吼，这个台湾的这个国会改革的讨论已经30年啊吼。只是因为改革，这届是因为改革不是民进党来主导的哈，所以因大家否定。当然这个话只讲了一半啦，但是有一半是真的哈。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讲，昨黄国昌去抗议哈，讲迄个柯建铭啊，立法院的院长休息室要食粉有无？啊，我听讲即摆迄个台北市政府要找开发，要开发哈对。什么原因你知无？因为黄国昌是大烟枪啊，伊的意思讲我也要在那边抽烟才可以啊。为什么只有你柯建铭可以抽烟？赶快的意思就是讲，这款的国会改革哈，多多少少拢有一款主导性的心态啦哈。啊，讲实在啦，国民党较早。伊伫马英九执政去8年的时候，嘛无去杀讲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执行。啊，我讲一项哈，迄个我们的管校长哈，管中闵啊，你会记得伊伫马英九出来做阁员对吧？伊立法院备询啊，伊袂爽，伊个在野党的质询哈，伤歹啊哈，伊就讲一句恁爸啊，管爷吧。爷儿们，对不对？哇，就大家都鼓掌啊，讲啊，这些立法委就是该修理啊。当时拢无人，你讲就反这个反质询，啊，搁一项藐视国会，吼，所以我感觉真趣味，就是讲，哪用管中闵迄阵啊的这个回应的态度，迄阵啊替管中闵鼓掌的，所有蓝领的媒体名嘴，今仔日伫这个法通过了，哦，过来伊要安怎看待？这是另外一个标准哈。我意思讲，这内底哈，所有的国会改革的过程当中哈，这款政党也好，政治人物也好，甚至讲媒体哈本身也好，拢伫迄款叫做屁股决定脑袋，足多啦。讲实在拢足多啦。我讲实在，这实在是用遐久笑皮无尾哈。莫伫遐你讲甲家己偌义正辞严啊。但是咱即摆回到这个程序来讲哦，我你看是安尼啦吼。
福利这是大家讲过，福利爱做啦。啊，有人伫我看迄个蓝营吼，伊今日像联合报今日伊就个唯恐天下不乱去做两个角度，讲说啊，总统会不会就不公布啊哈？然后就说总统不可能不公布啦，总统哪有什么权利不公布？立法院3读的东西啊，你那个总统的法案的公布是仪式性的权利嘛？邓解音啊，你看啦，对吧？无人用这啦哈。啊，搁另外一个，我看罗志祥，我看即摆因两可能撒红眼了哈。伊讲民进党可能告诉你哈，因为那个复议案的规定是交到行政院交到立法院了，15天以来要完成决议哈。意思讲民进党可能连续15天都占领主席台，好你没当处理，按那这个法案就失效了。我感觉只有我那讨论的过头了哈，都过头。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是存在，就是讲呢，这段时间因为我这届吼，我连续3天我拢去迄个公民团体的现场去看哈。我发觉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这届这个活动吼，唔是这个立法院议会结束了就结束啊。因为你看到这届是全台湾多侪县市拢有哦，哦，因为串联了，因即马通讯手这种方便，是遍地开花啦。遍地开花啊，而且因即马过来就是要为新北市开始哈，对这个立委一个是蓝的区域立委哈，开始施压，要去做宣讲。我会了解是因会去因所选定的这个县市的国民党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险啊赢，差一点嘛，去迄个服务处遐宣讲，遐演讲啊，要叫因的选民敲电话去服务处来表达安怎等等哈。我唔敢讲这是一定有偌大的影响，但是咱来看，因为这票数差足少的啦哈。我看这是另外一个会当来注意的哈。视线的问题哈，视线我看起来是非走不可哈。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哈，咱你也记得较早2000年了，我觉得国大自肥啊，国大自肥啊，我通过一个什么加自己的薪水啊哈，一阵啊都有人提起视线嘛，对吧？后来视线的结果出来了之后，只好就重新在那个法重改，又重新修改嘛。所以今嘛这个路当然有人会去行哈，这个路这是应该是民进党的党团来提出啦哈。视线可能爱讨论的几项是什么呢？就是讲提起是因为你如果提起复议啊，总统公布了以后，但是因为提起复议，理论上要保持说有可能复议会成功，成功啊！所以变做公案公审呢，变做法案还不能执行嘛，还不能够正式的生效。视线可能也是这样子啊，就所谓的在做出决议，大官都要先做出，你要做这裁定，做决议前，他这个先暂停执行。这部分是会当的注意的所在。我先讲我教。好，议长，好，我讲安尼哈，头拄迄黄金龙兄讲的真好哈。我就讲即马的代志是安尼啦吼。阮是为什么国民党加迄个民众党吼，伊安尼爱杀这个国会改革案，是因为讲国民党过去8年和小英一党独大，五院通吃，几百多会啊，叫你行政官员要来，你唔来，你来，敢若告诉迄苏贞昌是安怎来训斥迄蒋万安的？敢若爸爸跟好心在讲话呢，长辈对晚辈呢，安尼种种的这款的代志，对啦，伊就有讲过，讲这就敢若出票。对啊，就是讲，和国民党你几百多会啊，你认为国民党这个票已经出煞未？一般那是开始年了，才开始啊，一般那是结果马进超5天就好啊呢。因为后壁够有真侪代志啦。你复议安尼，头拄有青龙兄有讲啊，你即马好释宪，好啊，你释宪啊，你释宪啊，立法院讲我砍你的预算，砍你司法院的预算，看你要安怎？你看你也是，哇，这是释宪干嘛的？这是上歹脚本哦。系啊，要是讲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空窗期的时阵，就说释宪要不要做出来？你今嘛要安怎运作？你行政一定要去报告无？你总统是可能袂啦。今嘛就是讲法律还吊在空中的时阵，
啊，即马变怎？啊，这时阵可能有半年哦。一定，咱头一开始咱就讲，伊今仔个提出讲，我要继续来废这个监察院。监察院啊，对啊。伊即摆是扩大伊的建线哦。对啊，对啊，对啊。啊，这国民党安尼可能会多方面爱修正哦。对啊。这对伊来讲是好啊歹，因为咱今仔的主题吼是要来讲后手这个小青鸟时代，吼后青鸟时代吼，赖清德总统也好，还是甲中国的关系吼到这。但是，那国民党一时间啊开这济战场，国民党敢过会去？这是我就讲哈，有一点这个转移视线的这个嫌疑啦。意思是讲，这件代志哈，影响的层面足大的。你头拄有讲啊，立法院外口啊，转信咧串联啦，啊，即马这个代志哈，看要安怎收煞，这是一个真头痛的问题啦。哦，那起码用这个哈，用这个监察院跟考试院，可能呢，就是讲把这个问题哈，给它疏通一下，给它稀释一下。在我咧想起来吼，伊可能唔敢来废着科技院啦，因为科技院来废了后吼，所有的人事的任命权都登去到行政院的手头，变成行政院会当任命的会更较自由啦。除非伊搁去改啊。啊，若要去改吼，姿势太大，伊这就要过去修宪啦。对啊，吼，而且这两项啊是真歹过啦，因为修宪的门槛啊伤悬啦，这只是做几个姿态尔啦。而且你一开始修宪，人也提出讲，那连那个名称也改一改啊，国家名称也改一改啊，对不？哇，伊即摆已经发声啊，是啊，这报中调已经发声讲，我即摆就是三权分立，吼，袂使讲五权分立，吼，啊，个国民党即摆我也去互舞甲乱糟糟，那国民党副主席啊出来讲讲，你要来讲咱这国父遗教吼，要来五权要干做三权，咱先转来国民党党内来先讲看卖，哦，这祖国啊散唔通凊彩改，啊，这就是真正的麻烦了，就我请教着蔡老师。是。这个宪政的体制安尼讲改就当改，你看伊就当发动安尼直接撸落去吗？当然啦，伊有会当提这个宪法的修正案啦，吼，啊来根据公民投票公民的复决吧，吼，复决这个修宪的这个宪法的听数，但是就是讲这门槛足悬的啦，对，吼，咱这是公信的宪法。票数爱偌济？比如说1/4的立委提案，3/4出席，3/4同意。啊，来个经过选举总数的一半，吼，有一半出来投这个宪法的修复决案了，啊个有效的同意票超过无同意的。哇，过5关的斩六将啊！其实这毋是遐简单啦，所以就是讲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因这通过这个法律吼，真侪拢违宪的。像哪你毋知？总统根据宪法的规定是讲，立法院会当邀请总统去国情报告。伊这么甲你讲吼，应该爱去，吼爱先报告，啊个报告煞了呢，吼少爷来问，吼啊而且伊佫讲吼，藐视国会是啥？袂使反质询，吼袂使反质询。啊，比如讲袂使反质询，比如讲这官员吼，有当时啊就是啊好啊，你讲啥我就只好拢同意啊。无我若甲你印一个，哦，你甲我讲你这反质询，吼啊但是美国是安尼啦。你若侮辱这个官员，还是讲你伫遐甲歹声扫了，这个官员无爱回答。美国的做法是安尼，伊就无法度甲你开一个藐视国会的迄个罚单啦。因为你讲压霸嘛，你讲伫遐咧互歹声扫、歹看的时阵，佮互你会当去开伊是藐视国会，啊，就当你占名啊，吼。所以我讲吼，因这处理的作势，啊，佮有包括吼，讲既然一般人民去国会做听证的时阵，讲吼律师就要有主席同意，才会当请律师。这是什么定的法律啦？这全世界吼，迄公民权利的国际的公约内底就有规定啊。任何这个代志吼，伊那就司法的调查，哪像司法的调查的时阵，你就爱互伊请律师嘛，因为伊有可能去啊问到的代志是伊家己有可能讲爱证明讲伊有罪嘛，所以当讲我就无爱讲啊，我就是点莫讲嘛吼，伊有这个权利，但是伊无讲，伊搁甲你讲吼爱罚钱啊，这真正是。去借官庙讲啊！人民是选你立法委员，结果立法委员甲你讲吼，你无回答我的问题，我要甲调你来问吼，啊！你这就是真正是望奴起主啦。老师，是，咱就知影讲吼，其实这内面还佫有真侪通好斟酌的所在。是，但是你认为后手，你的料算，讲伊这后手会变做安怎？是讲
啊，无就即个法就是安尼啊。啊，嘛有一种人提这种方法，就讲你甲我增效的，我就甲你增效转去，我就甲你提即个法案的修正案，我过来提，我过来代表立法院来提，这敢有可能？其实因安尼啦，即摆做法唯有可能的是大法官解说啦，但是10月份有7个大法官伊要退休啊，吼，国民党一定会无同意的啦。伊15个内底，互你剩8个伫遐尔啦，吼，看你要哪去解说啦，吼，你无你提名啥物人，除非你提名因的人啦。检察院嘛是安尼啦，你若拢多数，伊提名因的人讲好好好，这检察院。哇，这看起来这我讲啦，我讲啊，因的想法拢足简单的，伊甚至我甲你讲，伊会改公投的这个门槛，1/4，伊惊这伤低，伊就甲你改1/2。罢免伊惊伊的立委去用罢免，伊即嘛甲你改1/2。我讲，啥物招伊拢会出啦，吼。但是有当时也是安尼啦，鸟鼠啊食油，眼睛光啦，啥物意思？就是无。甲咱顾前无顾后啦，以后恁国民党以后嘛会执政嘛，吼，啊你即摆安尼创着恁过去以后国民党的官嘛有可能嘛，吼，啊而且这修法吼，紧放无好势啦，紧做无好大家，所以老师乱创嘛，吼。但是老师，我搁问你一点哦，就是讲国民党即摆伊敢做安尼，伊某种程度一定是伊去得到伊的选民的莫讲。嘴讲支持，上无出声反对。对，但是伊的民调降落来，包括民众党的民调嘛拢降落来。所以你的预测是国民党从此伊的选民的支持度会落落去吗？不是，咱会利用这个国会改革这个遮，将家己的权利吼大行到这个地步，包括讲吼司法院也是。检察院咧调查案件，佮当甲影印一个副本来，这人民袂接受嘛。所以民进党利用这，迄毋是民进党动员的啦，迄种少年啊，嘛无才着动员遐侪人啦，8万、10万，迄要哪去用？无可能嘛。所以就是利用这，甲2026年的选举，大家来拼一个输赢。无要紧，恁感觉讲迄是国会改革，好无要紧，咱到底。但是咱节目关心的，其实毋是爱等到2026的，我是感觉这半当刷落来啊，我着逐工爱讨论这，我着麻烦啊咧。哦，嘿，老师，你感觉咧？刷来后手，这个政治的情形呢？一个开始啦吼，这个朝野的这个对峙的这个态势吼，扭到遮悬着吼，对赖总统未来吼，适当的接近吼，真正不管是这个朝野关系，也是伊党内吼派系之间啊，甲党政之间的关系，影响都足大，还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两岸关系，吼。所以这几个战处呢，内外互相牵连啦，吼。那到目前为止，咱来看吼，这个讲国民党的党团吼，伊发动讲要修宪、要废除监察院吼，这种讲法吼，其实并无经过党内的民主程序啦，吼，欠缺程序正义啦，吼。那么党团的召集人是不是可以代行中常会的？这么一个职权，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嘛，哈。那所以这个党的副主席哈有出言哈，来算讲来查，算讲打东啊啦，哈。这是一个。尤其我听民众党也无一定支持这个废除监察院甲这个。但是哈，未来啦哈，但是当然伊可能无代表因党团啦。但是未来啦哈，我会当安尼看啦哈，就是。赖总统伫就职的时阵吼，已经这个提到讲18岁吼公民参政权吼这件代志吼，伊要来努力，这就是这个修宪的先生修宪的伏笔啦。因为20岁这个18岁这个公民权一定要修宪，好，那你这个修宪的伏笔哈已经在那边的时候哈，那么国民党你提这个修宪的这件代志哈。是不是拄好吼？敢若袂输讲，就国民党的立场来讲，去中着赖清德的奸计吼。那这种，你要修啊，来修正。对啊，大家来吼。大家斗阵来修。我感觉讲吼，这个一个代志若舞落去了吼，虽然无一定会成功啊吼，因为咱的宪法是刚性宪法吼，要修正有够困难啦。哦，应该是世界上介刚性的啦吼，这门槛太高。已经到了不能动弹的地步啊！你这个情形之下，修宪这件代志哈，会引起一些争吵或者是一些争议，这是难免的。但是福义啦哈，
你立法院内面的结构4年袂变啦。好，那认为有治安难行，立案难行啊，退回立法院去做复议这维持原决议1/2罢免的啦，我感觉这未改变。因为安怎出去就是安怎转来啊，未改变啦所以他只能接受，总统也只能公布那公布了后，才会当去迄个声请释宪嘛，声请释宪讲你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是违宪的，公布以后呢？是啊，这是当时的代志啊，你连即摆降息都已经是迄个5月底连咪6月啊，来立法院听讲迄个会期到延会到7月16啦，7月16，延会到7月16。大家放暑假呢？系啊，来就是迄个大法官刑事动议权嘛，所以我感觉这个刑事这个要声请释宪这条路有那真困难，前途多艰呐。系啦，那复议啦、释宪啦、修宪拢总有这3条路伫遐等伫遐强滚啦但是咱内部啦我感觉啦这就变做讲罗总统的这个智慧啦政贵慎始一个开始的时阵，乃当讲用较好的这个算讲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手法来调和这个朝野关系而不要任令呢立法院党团安尼。所以苏老师，你认为520甚至选了后，对着新国会，乃至到520了后，这差不多10天左右的这时间，赖总统是不是什么物件该做而不做？你认为？我感觉伊暂时维持一个关刀保持缄默加减讲2步安尼表示伊有咧注意即摆是阁算差不多啦但是长期落来安尼是袂使一个人，尤其迄个我感觉讲咱即摆用迄个黄国昌来作为民众党的一个指标啦一直侮辱黄国昌，一直对付黄国昌，是毋是甲民众党一直杀去国民党迄边去？而无可能讲甲即个百姓怎啊那呢？怎啊扭转来即个民进党的这边来，变成小绿，所以愈拍愈厉害，怎啊迄边怎啊愈坚愈活去，就敢若袂输咱的强大的邻居中国大陆，伊对咱不断的环台军演啦、等等啦这迫使着台湾说伊挖美国说挖了愈深，佮挖了愈暗，这点就变得讲罗总统是毋是爱？苏老师，我问你这到底算作是政治的宽博，还是政治的智慧啊？拢会使安尼讲啦但是一切拢为着台湾好是毋是讲？啥物拢不要紧，是安尼讲。朝野关系把它弄得和缓，这对台湾是好事啊。那如果啦这个条约的结构4年无变，这样未来这4年，逐日拢像安尼的冤家，咱台湾免来过日子啊？老师，延续你他所讲的因为在这一处所谓在立法院周边，因遮国民团体咧讲的，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布困期，就是去到中国了后，来配合中国的这个策略，要先互你台湾的国会香港化，才开始安尼来乱。那乃至到讲最近，咱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嘛真暧昧520了后，又开始甲你军演，安怎佮拄着即个艺人各个毋知是逼迫啊安怎会认同讲咱中国人安怎，赖总统就讲人在屋檐下啦，人在屋檐下啦，咱就爱个体谅。即个气氛你安怎来判断呢？我是安尼啦咱家己的厝内面的代志咱先家己培会好势啦啥物款的代志拢去赖别人，对咱家己内部的矛盾是无帮助的啦那么一直讲别人，一直讲别人咱家己呢咱是毋是会当讲小可较吞论呢？小可较安怎呢做一个啥物政治上的
妥协哇，这是政治大路线，爱真参详的哦。真正啊，所以这一定要有罗总统的英明和伊的这个官督带来调解这个关系啦。我直常讲啦，一切拢为了台湾好啦该吞论爱吞论嘛，无即摆这个两党的党团，立法院内面两台火车咧对弄啊咧。这是党团里面呢，伊后壁还有一个政党。我即摆看这个政党伊的党内面呢的决策，伊的党内面呢的这个党意和伊所代表的民意，是毋是拢是党团遮尔咱决断呢的这个对峙？我感觉老师啊，观察未通安尼。我感觉这敢若有距离。配路未通安尼意思。理事长，你安怎感觉？对，过来发展当然啦，我今日来以前我对这个我本来就是讲，当然福利绝对会退，但是可能袂过啦可能无可能改变嘛无可能改变。啊，这个视线我本来是讲应该是这，但是拄则两位提到讲这大法官的人选改变，这一个变数呢但是安尼啦我看台湾的政治看30-40年伫第一线咧观察，台湾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凡事不能过头。袂使做过头的袂使做过度咱记一个咧即届大家讲的认为接受就是讲，因为较早这8年民进党完全执政所以真侪法案无够尊重在野所以变做这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选举的结果，民进党就无他过半虽然你总统也是要有当选这就是民意的一个反应。我们用中文讲做度啦，有个度很重要。你这个度要放在一个地方，要站对。这摆的这个立法的过程，讲实在啦我感觉这个什么原因咱暂时卖讨论当然也是会使讲，你抱怨讲你为什么戴我红帽子其实无咱这讲做瓜田李下不分期副总召也太不避嫌了吧？你花莲当你地动，你现在赶迄个时间去见迄个。中国共产党专门负责对台湾统治的头，对吧？等下再开始发动国会这个立法，当然大家甲你连看讲这有合理的怀疑你完全不避讳嘛？OK， 不要紧，这一个角度。即摆咱讲的是讲这个过程即摆安尼看这个法并不是这个叫做蓝白这个版本即摆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其实伊毋是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党团内底无完全无，甚至大家讲这是谁呢？是副总召加这个黄总召两个大概因的助理去写出来，而且伫委员会时阵嘛无互迄个去谈去讨论。你看这两天大家讲的真侪条，我讲另外一个例就好了伊即摆毋是有立委有调查权对无个反质询这些都很多规范我感觉有一个问题无讨论到，你知唔知道？立法院真重要是啥呢？可比讲立委若是伫这个做秘密调查的听证，如果他违反保守秘密的义务，把秘密泄露出去，伊也无法接，无完全无法接无完全无法接你想看咩的？我一个没有照你要求来，你就要罚我我反质询被你传是什么定义也不知道。但是立委这款代志会发生无？你会记得马文君的代志无？你会记得徐小新的代志无？而且我讲是特别，除了这以外你讲这国防外交这是还在安尼宣传。咱立法院咱立法院以外我看济啦伊告诉用这调查权的理由要安怎上下其手可比讲对这个金融行库甚至讲高科技产业顶一来的时阵。安怎会当安尼，照安尼讲一套我会较叫你做一个交易这款代志会无？我跟你讲绝对会。这立委无做这款代志，我头剁落你看。我讲绝对是安尼嘛。咱尽量咱小人之心，度君主之腹不是，我因为都看太济咧看太济咧，这款代志绝对是会啦好，但是这款问题是我讲的就是讲度的问题啦。其实大家就是讲，国会应该改革，国会监督能力提高这个为民喉舌嘛，对吧？这问题是你这是要人要来用做什么款，大家也要盯着你看的，盯着你看。而且那照这摆大家安尼讲起来
这个法案的真正的实施，最快可能这个会期的最后就会开始哦。就开始啊咧。就啊无想办法，就后会期就会开始啊。好，可能因袂轮到遐啦。可能好，安尼即马就安尼来看，到时大家安尼来看，也来看。就我拄才讲的，你来看没？所以这个必须谁呢？当然你讲起来讲说啊，为什么一次就把它做好哈？政敌做无奈的是安尼啦。有时候建设要从破坏性来。你讲不讲？拄才你讲监察院的代志，我感觉真有意思啊。即马有可能这个狂潮，跌到反而促成了我们真的变成三权分立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有时候建设要从大破坏来，这也许也是一个角度了。是，我想讲哈，这个赖总统哈，伊伤高傲啦。阿扁甲小英，520的进程，拢有甲在野党去访问，拢有结束。赖总统，啥物拢无啊？啊，唯一去了后呢，伊敢若去探视因的港党的委员，国民党甲民众党的拢无咧插。即马就是讲，即马立法院吼插到安尼吼，啊，你即个做总统的人，你应该是讲调和鼎来，应该是讲甲两边吼，甲他做一个协调啊，做一个和事佬。啊，你即马就是这个坐咧顶悬，你啥物拢这协调的动作，你啥物拢无做啊？啥物人来做？可能变做行政院长左荣泰就是讲伊的迄个这个态度哈，就是讲较烂啦。伊无也许伊想讲，我请大师兄哦，大师兄先出来处理者，啊若袂使，大师兄也赞助无够啦，干那行政院三人来家己出马。啊，所以讲起码就讲赖总统哦，伊应该是出面来调和定来协调起来。院长，你认为吼，金上即摆来出马，国民党甲民众党已经弄到安尼，伊会买单吗？按照看伊是安怎操作啊？人伊无得靠，伊就咧想讲，我即摆出去弄到安尼，敢袂买单？我上好吼，叫即个岛的吼大师兄先出去搜的，探一下路草者，转来再回报。这是一定做的。我是讲，靠讲迄着伤的迄立委吼，你嘛甲看你嘛，就是为这个我嘛记者该帮伊大家海报啊，对啊，大家可以海报啊，那拢会使啊，唔是讲你一个就是讲啊，我来协商，唔是安尼做的，你应该是说为较基层的这代志吼，爱开始，安尼看来用心吼来感动这个在野党，叫伊莫甲安尼用。但是我头仔问的吼，有两个功课。赖总统有一个国内的功课，一个甲中国关系的功课。但是有的人就讲，赖总统啊，你哪会去讲到这个五月天吼，这个乐队吼，啊，你就讲吼人在恶安下啦，你无需要讲这嘛，你就甲讲吼，如果这若是你真实的认同吼，我尊重你，安尼就好啊。啊，咱希望吼中国唔通安怎，安尼好啊。你就讲到安尼，变做吼，家己人也无满意呢。对啊，这都是伊的方法啊，看伊讲伊要安怎操作啦。啊，这个操作，我是讲可能是猎鹰吼看袂过啦。要毋讲，阮在野党的人吼，看到这可能是一个会转向会开始吗？嘿。哦，要毋讲这两岸的代志吼，你嘛会使讲，这我做袂了啊，你。拜托，你看你啊，你会使甲我像迄个柯书鹏吼，像柯书鹏伊嘛释放一个消息啊，伊讲哦月底哦，就好消息早大家。对啊，就是啊，安尼好啊，安尼就袂歹啊，就是讲你用这较基层的即马手段吼来看嘛，来和缓这个气氛。所以咱嘛唔通小看着这个赖总统即马有后背后咧运作哦。即马都无啥物，无也袂出手咧。无啥物戏剧出来啦。也袂出手啊，对无？敢若迄个五月天迄个尔。咱就爱讲话较保守啊。蔡老师，你安怎认为？其实是安尼啊，就是讲
唔是讲总统无爱交因协商啦，因为伊一开始吼，520以后就是赢硬哥啊，吼，因为这两个人咧弯的时阵，一定要有两个人嘛，啊一个人嘛弯袂起来嘛。但是比如伊这个暴君期，伊就讲啥？伊讲吼，伊过去是受到刑罚100条啦，吼，意思讲是政治迫害啦。但是伊是插股去入家牢的呢。伊即摆意思就是讲吼，伊唔冤呐，哦，民进党这种贪污腐化啦，吼，伊才通过这个法律要来，伊要成立这个在野党的特侦组呢。特侦组啊，哦，啊，伊算要做检察官就对啊啦，吼，啊，这个黄国昌伊主张要战嘛，但是伊的主席郭文哲讲，无一定哦，有当时啊，我看咱嘛会当交绿营的人来合作啦，吼。但是就是讲，伊一个人安尼规母带头啦，吼，规个党互伊带到安尼，伊的支持者已经囡仔那样，西贡那样囡仔那去啊啦，因为伊的民调的部分，这部分嘛是共啦，吼。啊，伊过去伊骂人讲吼，这种足差的吼，这种犯罪。但老师，你讲有赞成？伊真侪人也有咧讲外面吼，安尼变做一批拢是咧练黄国昌，这吼应该卖较针对性。来针对议题来讲，你认为呢？毋是，因为这帮人过去，互你画来，吼，黄国昌你画来，讲你要改革，但是你搁做你反对的代志，吼，当然伊会感觉不满嘛，一定感觉不满呀，吼。啊，黄国昌的部分就是讲，包括这法律学者拢出来讲啊，你这立法有问题，伊的立法的品质足差的啦，吼。所以毋是讲咱干那反对黄国昌这个个人，吼，比如讲包括要去找因啥物囝，迄个拢袂使，迄种违法的。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啦，你用道德的这个标准真悬，但是你的目的毋是道德，你是要得到啦，吼，甲倒变过来做得到，啥物意思？你要得到利益嘛，你要选新北市的市长，你去交国民党合作，这拢无要紧。但是你莫搁伫遐讲你过去吼，你敢若讲吼，你这种改革啊，吼，你这足正义的。啊，你认为赖总统后手一步，这个开始要面对着国会即摆这个情形，你认为应该优先创啥物代志？当然，伊爱杀的是民生的法案啦，吼，但是国民党无可能会当互你好食困啦，吼，因后手要搁杀一个，就是讲国家战略的这个的法案。啊，你有同意唐院长来讲的讲，赖总统可能爱开始出手，爱来做这个调和的代志。无毋对啦，吼，伊会当安尼，但是我问你啦。你看这暴君去，甲这伊这长租的，有可能来交赖总统讲啥？无可能嘛！伊讲安尼去就去互烧头去啊！但是有当时就是讲吼，爱有人民的力量，因为傅昆萁伊讲的迄个花莲遐个建设条例，迄是违法的、违宪的，是安怎？因为咱国会袂使增加预算嘛。但是因为有遐侪人出来了，伊煞哦，这遮侪人哦，咱可能暂时袂使提这。其实伊嘛有迄个着伊啊。吼，袂使讲吼，你要乱创乱舞啊！包括迄个汪小玲嘛讲啊，好啊，你若感觉阮这吼有危险，你送互大法官嘛，伊嘛知影种这内底可能有问题啊！吼，因为伊宪法的知识的，我感觉讲吼，国民党家己本身吼爱创我较迄落个啊，毋通吼通过这个安尼哩哩啦啦的这个法律啦。蔡老师，如果你若是赖总统的幕僚，你会建议赖总统即马就开始提出加拿机来讲，来，咱哦。以党主席吼，三党的党主席，咱来讲，啊，互你即个党内即个运作吼，会当会路会通，党团甲党主甲党内面会同声一气，啊，大家也好好啊，甲即个将士吼，甲创好好。但是我无认为讲吼，国民党会落软，因为伊感觉讲，阮即马都得手党嘛，阮占名嘛，阮要做啥就做啥嘛。但是我感觉若有即个心态的话啦，吼，包括你后你来去咧问官员，我讲吼，即马若申请着释宪的部分，吼，改说宪法的部分，伊会申请一个暂时的处分啦。就是讲，这段期间内底，所有的吼牵涉着这，吼去用罚钱的，还是去用反质询，爱藐视国会，爱入罪，这种暂时冻起来啊。吼，这个宪法的听数是安尼啦，吼。啊，但就是讲，你唔通干那讲官员安怎啊？你家己本身吼爱较站杂的啦。吼，要卡袂着就伫遐吼，安尼大声细声、歹声扫，安尼伫遐黑白骂啦，这毋是做一个好的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行为啊。因为今仔日已经开始咧讨论着罢免的代志咯。对，即个后来的即个政治气氛吼，可能会转去到遍地开花以外，每一个个人的即个委员拢会开始，规个人拢会血也要呛悬咯。老师，你认为呢？
罢免是算讲当选吼，一年来吼，你袂得袂当啦吼。那进咧做的这是算话声啦吼。那但是考虑到讲未来4当，那逐日拢安尼吼，进行这个大型的这个社会上的政治动员吼，也毋是倒一党啦吼，不管在野拢袂堪的啦，拢袂堪一啦吼。这第一点啦吼。第二呢，咱他拄仔看到的啦吼，其实这个卓荣泰吼，虽然伊讲哦，这个哦，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我要服役啦吼，这伊应该爱安尼讲无毋对啦吼。But 呢，即个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咱看到这个吵吵闹闹的这些法案吼，哦，伫个议场内面吼，但是事实上，与此同时哈，拢有迄个各个部会哈的业务报告哈，也同时在进行啊。啊，这个业务报告在进行的时阵，新任的这个部会的首长哈，坦白说了哈，到目前为止哈，那个我们的观察哈，是这里面哈，这个大家立法委员，包括在野党在内哈，对于这个新任的这些部会首长哈，他们的咨询的态度啦，或者是对答的内容哈，都还是比较平缓的，相对于这个改革法案的这种对峙的话，那我看无派啦，无了，这是无了哈。我认为这个是回到一般的行政，所以我头下面讲，这是不是一张网？一个数政哈，这个数政的这方面哈，我感觉这是比较较好的。但是你也感觉讲罗总统哈，啊甲卓院长哈，因有那里这个部会首长上面的，也算是我认为啦哈，那个也算是一时之选啊。为什么呢？因为进前哈，国会气氛会遮歹哈，是因为哈有足侪迄个啥呢？迄收分进吼，足悬的这个部会首长吼，啊，算讲咱要一句来一句去吼，带营造这个国会改革法案哈，这个立法氛围啊，推动它的立法速度啦。好，那这件呢，部会首长吼，这个仇恨值吼，基本上拢足低啦。好啊，我坦白讲啊，真侪人也无熟悉伊啦。系啊，有哪有这可能？哦，拢一寡新产品的嘛。哦，所以大家也唔捌认识。你会感觉讲吼，足侪是迄个啥呢？哦，你像讲管碧玲做海委会主委，吼，啊，伊过去吼，哦，包括卓荣泰啦，因过去拢做立委出身的吼，这种的吼去做官员吼，我甲你讲，仇恨值拢足低。坦白讲吼，这种人吼，含学者出身的吼出来吼，伊的管理是为顶管来，还是为基层来的吼？这表现吼，行为举止吼是无共的啦。吼，那罗总统甲这个卓院长来当讲吼，为这个啥呢？条约根本都未有争议的这种共识性的这个法案吼，来进行合作啦。你譬如讲，技职教育实施16年国民教育，那技职教育大学一段，甲国民教育化嘛，义务教育嘛，那救老人才在地就学，救人才救台湾，救产业嘛。所以苏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应该要重新来对这个政治的气氛来做这个议题设定。是，而且爱去找迄个啥条约有共识，较有共识的，无人会去反对。交通规则啦，吼。对，足侪这种民生法案咱迄个条约来。亲像健保算作民生，也是甲政治性较悬。这当然是民生啦，但是大家会去算讲去算家己的点数啦，这有医界的利益里内面啦，咱人民的这个健保费是不是增加？这嘛是一个。那像这个甲中国有关的这个5法、国安5法啊，因佫要提这。我感觉这爱搁置啊，但是这是哪边要提出来呢？苏老师，你就笑啊，这个无度啊。这我看就爱党含党的主席去进行对话啦。罗总统还未当选之前，伊就讲两岸的政党的主席应该来进行对话。那两党的主席都会当对话，咱家己台湾内部两党的主席为什么袂当对话？有影嘛有啥物代志？家己厝内的人应该会当人讲话，尤其咱看到种，这最近罗总统这就职这中国的这军事动作是足济呢。
啊，伊也甲咱讲，咱入来啊，咱也甲公布2张相片。我一定甲你锁定啊，啊，大家来试看卖，敢是这个意思啊？拄则苏教授讲的，我嘛做有感触的啦吼。确实，咱大家较早讲毛泽东咧讲的吼，叫做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的区别哈。啊，你啊讲这个用毛泽东这个讲话来讲，啊，你台湾蓝绿白的问题，更较安怎严重嘛是内部矛盾嘛。啊，如果真有的话，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一天到晚要对你那个啊，要把你用什么不放弃武力统一嘛哈。那照理讲，他是我们的敌我矛盾的，应该是这样子哈。啊，这摆不就讲，大家感觉有一个纳闷，就是讲，为什么咱国内这个蓝绿，还是讲蓝白啊好，还是讲绿白啊好，这党跟党不能谈哈。但是你看呢，大家感觉讲，为什么国共两党好像可以谈，但是蓝绿反而不能谈？哦，好，这是一个。足吊诡啦，讲实在足吊诡吼。啊，你讲我其实吼，我嘛无认为讲主张讲两岸交流的人，就是讲啊，就是轻讲。我感觉这个帽子都骂得太轻率哈，太轻率哦。但是咧，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嘛有认为讲吼，有一寡咱这个亲南的这个朋友吼，伊毋知是安怎，喺心态上毋知是安怎。对这个台湾的现状哈，已经伫遮生活遮久啊，听到台湾2字哦，都抓起来，哦，一天到晚的担心说哦，这个就是掏空中华民国了哈。听到中华民国台湾哈，就在那边抓狂啊哈，然后就跟着老共那边喊哈，台独台独，好像什么呢？他恨台独远超过恨共产党，他怕台独来怎么样子远超过共产党，有一天用武力把你统一掉。这个心态，我觉得嘛是不健康啦，也是非常的怪异的一种，完全脱离哈人类历史经验的一个法则，变成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种怪异的心态啊！所以我讲吼，这咱台湾这实在是，有但是想想的是头很痛，就是讲这真济累哈，外国的也好啦，历史上来讲，敢若拢无法度比拟啦啊！但是确实是安尼讲，有一个公式，但是另外一个。较乐观的是讲，啊，都1949年，甲即卖75年来嘛是拢安尼过啊，啊危机敢若是一直拢存在嘛哈，啊都一步一步就往前走啊，也走到今天也就这样子。关难过，关过。对啊，开始安尼啊，对啊。但是我是讲啊吼，对赖总统来讲吼，伊这条件吼，才等啊开始啊，吼，咱最近吼，佮发布这2天佮发布这个 AIT 的处长佮换人。哦啊，这个 Green 哈，这位先生啊，伊也讲过哦，讲台湾哦，已经在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当中，唔是一个 problem， 唔是一个问题，是吼会当促进到亚太平洋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角色。但是我是想讲，这个落实伫赖总统的这个角色顶头。伊是应该爱安怎做呢？因为对着美国来讲，啊，人拿就解释讲，啊，你就是做人的机子呀，吼，邓一定。我是讲，我是真无信心啦，哦，看这赖总统的言行举止哈，对大陆哈都无啥物善意啦，哦，头拄青龙兄讲，如果若讲你是无聊，啥物代志，还是讲啥物话？有释出嫌疑。小英以前讲的话，伊甲咱重复的话啊，什么92精神啊，咱是讲卖用中国人啊，用大陆啊，用这款的词汇，安尼就较好啊。啊，你即马拢无啊，起码啥物拢无啊。刚刚讲你这5年抗迄也就是演讲，但是90%应该拢差不多啊，差不多了，就是无这。你大独2字无出现，啥物拢会当讲，啥物拢讲出来。你看以进前的520的演说哈，前面2句话，伊讲啊，我少年时阵我要做医生，啊，参政了后呢，我要改变台湾，什么意思啊？啊，你要安怎改变？安尼毋是讲。嘛是要，是毋是讲做台独？无啦，赖总统改变台湾。我感觉赖总统应该好好来讲一摆吼，伊过去啊咧讲啥物啊 QA 吼讲一摆，啊，互大家来适宜啦。伊譬如讲，伊嘛在其他的场合伊嘛讲啊，我要洗涤人心啦，吼，嘛有安尼讲的啊。啊对啦，少啦，
无咧定定咧讲啦。哦，按就定定讲。你要培养一个气氛啦。我啦，我是讲这是吼，这变做讲做，你讲你拄则看到讲要改变台湾，你就要想到台独嘛。啊对啊。啊是啊。啊无想啦，无要改啥。我讲一个，我讲互你听吼，你去看啊，1971年哈10月啊，老蒋总统啊，在我们退出联合国发表一个告全国同胞书啊。一支有下。一个有下，伊讲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啊，难道要这样子来质疑什么他吗？赖清德要这样看哈。他有一些政治语言，我感觉咱这个社会可能是传统的社会东方文化啦，对这个语言哈，就政治跟法律是两回事的。你今天如果讲说我们要推动修宪，